心理學。大家好，我是新哥。上一期我同大家分享咗像機器一樣下注嘅單位制藍圖，教大家點樣用一單位平注築起鐵血防線。和影片出街之後反應好好，好多老友同我講，用咗平注之後，心態前所未有咁平靜，終於唔會再因為一鋪嘅輸贏而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但同時大家又問我，新哥，防守我學識咗錢，但如果平平穩穩玩到一半，牌台上突然開出長龍或者好路，我點樣先可以在不傷及本金嘅前提下加碼，贏走莊家一座山？今日我先同你講真心話，喺博弈世界入面，真正能夠大殺四方嘅高手進攻時，絕對唔係靠盲目梭哈，而係靠一套無情緒嘅正向加碼公式。今日我就接住上一集，為大家進行實戰進攻升級，親自教你機器人專用嘅1、2、3、6進攻級數，教你點樣用莊家嘅錢當子彈，合法安全地爆破長龍之級嘅系統去控制注碼，你就能在波動出現時爆發加碼，收割暴利。睇清呢套進攻級數，你將徹底掌握大殺四方嘅主動權。你想繼續像一個賭徒一樣，在贏錢嗰陣畏首畏尾，輸錢嗰陣盲目倍投，淨係學會像精算師一樣用莊家嘅錢無本加碼，決定權喺你手上。如果你想用大師級嘅進攻武器去收割旺門，和我哋每週都會用科學探究嘅角度同大家拆解博弈底層思維。另外，睇完影片之後，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大家一齊交流。你平時遇到長龍，最多試過加碼到幾多手？我會逐一睇大家嘅討論。好，我哋即刻入正題，由我拆解第一個進攻法門。先同你講，點解普通人越加碼越輸，以及贏要衝嘅安全邏輯。呢個問題我喺賭場入面見過無數次，幾乎日日上演，間斷過。普通玩家有一個致命嘅本能反應，贏錢嘅時候會產生焦慮，驚失去利潤，於是迅速調低注碼。從你贏咗2鋪1000蚊，第3鋪你唔敢再壓1000，你壓200，和你嘅大佬同你講，保住利潤最緊要，唔好貪心，有得賺就好走啦。呢個就係贏縮。但係輸錢嘅時候呢，你唔甘心，你瘋狂加碼倍投，由500加到1000，1000加到2000，2000加到4000。你輸錢嘅時候反而壓得最大。你嘅大佬同你講，追翻佢唔可以輸，一定要贏翻嚟。呢個就係輸衝，你贏錢時縮，輸錢時衝。你將自己嘅利潤空間封死，卻將自己嘅虧損空間無限放大。你贏10鋪都唔夠你輸過一鋪，你點會贏？資金無形，在數學上注定會被大數法則收割。你嘅行為模式完全符合莊家嘅預期，你嘅命運一早已經被寫好。我再同你深入解釋下呢個現象背後嘅心理學機制。呢個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尼曼提出嘅前景理論有密切關係。人喺面對獲利嘅時候，會傾向於規避風險，即係贏縮；但係喺面對損失嘅時候，會傾向於追求風險，即係輸衝。呢個係人類進化過程中形成嘅本能。喺原始社會入面，呢個本能幫助我哋保存食物，避免危險。但係喺博弈世界入面，呢個本能就變成咗一個致命嘅弱點。
你嘅本能叫你贏錢嘅時候縮你縮，你嘅本能叫你輸錢嘅時候衝你嘢，和你完全被本能控制。你嘅行為模式完全可以被預測，你嘅命運亦都可以被預測。我再同你講一個神經科學嘅角度先。當你贏錢嘅時候，你嘅大腦會分泌血清素，令你感到滿足同平靜，但同時會降低你嘅冒險意願。當你輸錢嘅時候，你嘅大腦會分泌皮質醇，即係壓力荷爾蒙，令你感到焦慮同不安，但同時會提高你嘅冒險意願。因為你嘅大腦覺得你需要冒險去解決危機，呢個就係點解輸錢嗰陣你會不自覺咁加大注碼嘅生理原因。和你嘅身體喺度出賣你根本控制唔到。職業玩家嘅思維完全相反，此地嘅加碼只建立在一個前提之上，你嘅個人本金必須保持100%安全。你唯一被允許提高注碼嘅時刻，當你正處於正面嘅波動期，即係旺門，並且只用贏翻嚟嘅利潤作為子彈去衝，呢個就係無本加碼嘅核心邏輯。你贏翻嚟嘅錢本質上係莊家嘅錢，你用莊家嘅錢去打莊家，就算輸咗你唔會肉赤，因為你冇輸自己嘅本金。但係如果你贏咗，你嘅利潤就會好似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我再講一個關鍵點，你嘅50個單位本金防線係你嘅底線，和永遠唔可以動用，你只可以用利潤去進攻。咁樣嘅好處係，即使中途進攻失敗，你損失嘅只係贏翻嚟嘅籌碼錢和你袋入面嘅50個基本單位本金依然安然無恙。你嘅本金安全，你嘅心態就安全。你嘅心態安全，你嘅判斷就理性。戰莫和呢個就係莊家最怕嘅無本加碼防守型進攻。我再舉一個具體嘅例子，假設你用一個單位平注贏咗2個單位，你嘅利潤係2個單位。呢個時候你決定加碼用 1.5 單位去進攻。如果進攻失敗，你輸 1.5 單位，和你仍然有 0.5 單位嘅利潤，你嘅本金完全冇喐過，你係用一個冇成本嘅方式去博取更大嘅利潤。你贏咗就賺多啲錢啦，和輸咗都仲有利潤，你永遠處於不敗之地。用贏來嘅利潤作子彈，你首先可以建立無懈可擊嘅進攻。此話，如果你想在任何機會面前都保持這種冷酷嘅加碼思維，希望你可以點擊訂閱我哋頻道，俾我陪你一齊用數字建立你嘅進攻鋒刃。好，講完無本加碼嘅邏輯，進入第2部分，機器人專用嘅1、2、3係6進攻級數，點樣在不傷本金下博取12倍利潤？呢個係今日嘅核心武器，亦都係你由防守者變成進攻者嘅關鍵轉折。我將上一集學到嘅1單位平注，以100蚊為例，就係遇到長龍時轉化為以下4個精準嘅進攻步驟。每一步嘅本金來源、風險狀態、利潤累積，我都會講得一清二楚。和第一步，即係第一關，當長龍開到第4口嘅時候，你下注1單位，即係100蚊。呢一注嘅本金來源係你嘅自有資金，承擔嘅風險係100蚊。如果贏了，你嘅累計利潤係正1單位。呢個時候你係用莊家嘅錢贏翻嚟嘅，和你嘅本金完全冇喐過第2步，即係第2關。
當長龍開到第5口嘅時候，你加碼下注2單位，即係200蚊。呢2單位入面執和，1單位係你贏翻嚟嘅利潤，1單位係你嘅本金。你嘅實際新增本金投入只係1單位，即係100蚊。如果贏了嘢和你嘅累計利潤變成正3單位，即係300蚊，呢個時候你嘅總本金投入只係1單位，但係你嘅利潤已經有3個單位。你嘅風險回報比例係1:3。第3步即係第3關，當長龍開到第6口嘅時候，你下注3單位，即係300蚊黐和。呢一步係精算學上嘅神來之筆，亦都係呢套公式最聰明嘅地方。你此時已經贏咗3單位，首先要做一件事，收回1單位放入錢包，鎖定利潤，然後你只壓下2單位去搏3單位嘅回報。呢個動作嘅意義係，即使呢1口輸了，你之前贏嘅3單位入面有1單位已經落咗袋，你淨係輸2單位，成個循環你仍然係平手，你嘅本金風險此時徹底歸零，你已經立於不敗之地。如果你贏了，你嘅利潤達到正6單位，第4步即係第4關和。當長龍開到第7口嘅時候，你下注6單位，即係600蚊。呢6單位完全係贏翻嚟嘅無本籌碼，你冇用自己嘅本金，你嘅風險係0，因為你下注嘅全部係莊家嘅錢。如果你贏咧，你將完全獲得高達12單位嘅利潤，即係1200蚊，12倍利潤。如果你輸啦，你仍然是平手，因為你之前已經鎖定咗利潤，你嘅損失係0。呢套級數嘅精髓在於，你永遠只用1單位嘅原始本金風險去博取12單位嘅高額利潤。你嘅最大損失係1單位，你嘅最大利潤係12單位。你嘅風險回報比例係1:12。你每冒100蚊嘅風險，有可能賺到1200蚊正和。呢個係任何其他玩法都物化比擬嘅數學優勢，而且因為你嘅加碼資金全部嚟自莊家嘅籌碼，你喺心理上完全冇壓力。你唔會因為輸咗錢而唔開心，因為輸嘅唔係你嘅錢。你淨係會因為贏咗錢而開心，因為贏嘅係實打實嘅利潤。和我再同你做一個對比，如果你用平注每注100蚊玩4鋪，你嘅最大利潤係400蚊，最大損失係400蚊，同風險回報比例係1:1。如果你用1236公式，你嘅最大利潤係1200蚊，最大損失係100蚊，風險回報比例係1:12。你話邊個更加有效率？我再舉一個完整嘅循環例子。假設你嘅基礎單位係500蚊，你帶住1萬蚊入場，你觀察到長龍開始用1236公式進攻第一口壓500，贏，你有1000利潤；第2口壓1000，贏，你有2000利潤；第3口壓1500，但係你先收翻500落袋，即係你實際壓1000。如果你第3口贏，你嘅總利潤係3000，和落袋嘅500加埋台面上嘅2500，第4口壓3000。如果你贏，你嘅總利潤係6000，加埋之前落袋嘅500，總共有6500蚊利潤。你用500蚊嘅本金風險喺4鋪之內賺咗6500蚊。你話呢個係唔係大殺四方？莊家最怕你識計數，用精密嘅注碼公式去引導加碼，
你才能在狂熱中保持平靜，幾學和。如果你想加入一個講求精密進攻、拒絕盲目梭哈嘅高質量博弈討論圈子，歡迎訂閱我哋。喺評論區分享下你用過最爽嘅加碼公式，我哋一齊用數學去優化佢。好，講完進攻級數，我哋進入第3部分，進攻後嘅退守守則過4關之後，點樣防止利潤被大數法則消滅？和呢個部分可能比進攻本身更加重要，因為好多玩家就係輸喺呢一步。如果你幸運地完成了第4關，成功獲得咧正12單位嘅高額利潤，接下嚟點樣做？普通賭徒嘅通病係認為自己係賭神，我覺得我好叻，條龍會繼續。於是，在第5口繼續下重注12單位甚至24單位，而結果正正調轉了大數法則嘅均值，回歸陷阱。長龍隨時會斷，一口重注就會將你前面所有嘅成績一筆勾銷，沉埋你由贏12單位變輸12單位，你由天堂跌落地獄。我再同你講一個具體嘅數字。如果你贏咗12單位和，然後你繼續壓12單位，斷龍嘅時候你輸12單位，你嘅利潤歸零。如果你再壓24單位，斷龍嘅時候你輸24單位，你由贏12單位變輸12單位，你由贏變輸，你嘅心情由興奮變絕望。呢個就係賭徒最常遭遇嘅悲劇。職業玩家嘅做法完全唔同，佢哋有一套硬性嘅退守則，一旦完成第4關，不論長龍係咪繼續，一口下注，無條件退回3單位平注。你唔好再幻想可以贏更多，你嘅目標已經達到，你嘅任務係鎖定利潤展望。我哋分析一下保底收益。如果長龍喺第8口斷開，你損失咗呢一口嘅3單位，你依然穩穩保留了9單位嘅淨勝果，即係9倍本金。你嘅本金係1單位，你贏咗9單位，你係大贏家，你已經超額完成咗任務。如果長龍繼續開到第15口，和你每口穩定收割3單位，你嘅利潤會繼續累積，但係你嘅風險已經降到最低。你唔會再因為一口重注而輸翻所有利潤，你嘅利潤由12單位變成12單位加3單位乘7口等於33單位，你嘅利潤不斷增長，但係你嘅風險始終係3單位。呢種鎖利平注法係我背後精算師最害怕玩家使用嘅防守型收割術，因為佢喺保護利潤嘅同時繼續收割，而你贏就贏多啲，輸都只係輸3單位，你嘅利潤已經鎖定，你嘅風險已經封頂。我再舉一個具體嘅數字例子，你過4關贏咗12單位，然後退回3單位平注，第8口斷龍，你輸3單位，淨賺9單位，你仍然係大贏家。如果第9口斷龍，你輸多3單位，淨賺6單位，你仍然係贏錢。如果你繼續用12單位重注，第8口斷龍，你輸12單位，你嘅利潤由12單位變成0，你由贏變打和。如果你再繼續，你由贏變輸，呢個就係有退守則同冇退守則嘅分別。只字只吃。我再同你講一個真實嘅案例，有一個職業玩家，渠過4關之後一定退回平注。有一次渠過4關，贏咗12單位，第8口斷龍，其輸3單位，淨賺9單位。隔離有個玩家見渠退注，
笑佢傻嘅條龍會繼續。結果第8口斷龍，就嚟個玩家又贏，12單位變輸，12單位嗰晚佢走嗰陣，隔離個玩家垂頭喪氣，而佢就開開心心去食飯。呢就係紀律同貪婪嘅分別。既進攻，更要在勝利中捉起利潤防波堤。如果你想在日常生活和理財投資中都學會幾種將勝果鎖定嘅精明思維，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我哋嘅影片成為你每星期嘅清醒劑。好，講完退守守則，進入第4部分實戰演練。微型莊家從防守到進攻嘅完整轉換。和呢個部分，我會將前幾期學到嘅所有智慧集中喺一齊，形成一個完整嘅實戰流程。你由入場到離場，每一步都有明確嘅指引。第一步，你喺場內挑3揀4，用上一集教大家嘅方法，只喺 A 級黃金進攻台前面駐足。你絕對唔好急，你嘅目標係揾到一張有明顯偏差嘅牌局。你行勻全場，用30秒一張台嘅速度去評估所有牌局，只喺莊閒比例嚴重失衡嘅台前面停下來。第2步，你用一單位平注進行嚴密嘅防守。你嘅起始注碼永遠係一個單位，50個單位，本金保持安全。你像機器一樣下注，無論輸贏都係一個單位。第3步，一旦你見到牌局開出連續3個莊，即係長龍確立信號，你喺第4口無條件啟動1、2、3、6進攻級數，你由防守模式切換到進攻模式。系統話你知要進攻，你就要進攻，唔好猶豫，唔好恐懼。第4步，如果在第1關或者第2關被隨機波動斬斷，你無條件恢復一單位平注，一直跟到龍斷為止。你唔好嘴數，唔好加碼，你只係回到防守模式。你嘅系統話你知要停就要停，唔好唔忿氣。第5步，如果成功過4關，你達到目標，你立即收錢坐上你心理上嘅噴射船離場。和你唔好多貪你嘅系統話你知要走，你就要走，唔好留戀。呢5步就係你作為微型莊家上台後完整嘅實戰流程，係一套攻防一體，完全由你主導。莊家最頭痛嘅操作藍圖，你由揀台開始到防守到進攻到收割，這一步都係計算好嘅。你唔會再因為衝動而輸錢，你唔會再因為貪婪而由贏變輸。你係一個系統，而唔係一個賭徒。我再同你講個成功案例，有一個職業玩家，佢用呢套系統玩咗2年。佢每次入場之前會做足準備，會檢查情緒、分倉、單位化、揀台、平注、進攻、收割。佢將呢個流程寫在紙上，擺喺3袋入面，每次玩都會跟住做嘢。佢2年嚟總共入場大約100次，贏咗大約70次，輸咗大約30次。2年埋單計數，佢贏咗超過20萬蚊。成功唔係因為佢聰明，係因為佢有系統。佢每次贏嘅錢唔多，但係累積落去就係大錢。佢每次輸嘅錢有限，所以佢永遠有本錢在戰。佢嘅系統就係揀台、防守、進攻、收割4個步驟循環執行。佢同我講：我唔係賭徒，我係一個執行系統嘅人。呢個就係贏家同輸家最大嘅分別。我用大數法則和限紅建立了呢個迷宮，但我最敬佩那些能像機器一樣冷靜，
下注克制本能，用我哋嘅利潤無本加碼嘅高手，學會一係2、3、6進攻公式，財和你才能在防守中伸出最致命嘅鋒芒。睇完影片，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一齊探討交流。2. 你平時遇到長龍最多試過加碼到幾多手？我會逐一睇大家嘅討論。如果今日嘅詳細拆解對你有少少啟示，請點讚並訂閱我哋頻道。我哋下期再見。